对啊，伫台湾数十万政治受难者当中，有几个互电刑致使无法度生育，有几个互拍落喙齿，倒伫冰床，出狱了后无法度找工课，来摆路边摊，佮遭受警察来处罚，找着工课的工场，敢若上班才10天，头家就受到特务的恐吓，讲你请用的是飞碟，名义来开除我。几十万政治受难者当中，有几个像我同款，一天的生活费简单45块，而且安尼嘛过了18个月。有几个伫SARS期间去病院做摒扫志工，有几个做过清洁工，保全卖烘番薯。听大董事长的“你的人生太精彩了”了后，我将一切放下，并且该缩小，回首前程，我将往即个苦难、夭折、失业，当作是我精彩人生的段落。